高雄国际机场，逐工拢有真侪游客出入。不过，即马所有民众发现讲，这机场排班的计程车有8成拢无提供电子支付加入卡的功能。高雄机场表示讲，因为目前无相关的规范，未来会鼓励这司机安多元支付的设备，互人客付钱更较利便。来到高雄国际机场，有来自侪国外游客，有国人准备要出国。不过，正做南部重要国际机场，有游客怨叹讲，即马坐客程车，甲内当用现金纳钱，真无方便。根据统计，目前高雄机场排班的客程车有127台，敢若30台有支援电子支付甲入卡的服务。其即马支付嘛，拢常常拢用这种 Line Pay 啊，是用什么支付的方式？所以我是感觉，若有咱是上介希望讲有这个设备啊。较环保啊，所以纸张运用的话，相对会较少。也若高雄机场排班客程车委员会表示讲，目前伫机场排班的客程车，敢若2-3成是车队的车，若是个人的车行要用银行申请入卡机本地就较困难，加上机场排班车的标准较悬，亲像车辆爱使用6年以内新车。对司机来讲是较大的负担，若是搁互银行靠入卡的趴数，司机的收入会搁较少。因为计程车你入卡的金额，逐个月也无遐济，无遐济时阵，银行可能对计程车这个接受度也较无遐悬。走1万、2万、3万，变成考开。它的金额是蛮大的。高雄机场表示讲，因为即马民航局并无强制规定机场的排班车爱提供电子支付加入卡服务，所以目前机场敢若会当鼓励司机加装设备，透过提供多元的支付方式来提升服务品质。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